好，大哥可以撤了吗？第一位歌手已经报名了啊，家人们。是我吗？要不要来跟大哥打招呼？好。小磊哥，你看啊，好，欢乐不断，歌声不断，来吧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今晚的第一位歌手女歌手罗马错，为大家带来一首《秧歌》，有请。好的，好的，欢迎。掌声不够激烈，他们上场说了，快呼声啊！我跟你说了，我今首先在这里祝许真真女生日快乐，将这首《秧歌》送给现在所有的
马上再给你们唱一首啊！马上啊！不慌，要不要得？要不要得嘛？要得就要得嘛！第二个节目，王鑫做好准备啊！康巴的汉子的康巴。要得嘛！没毛病嘛。我从来没有唱一首歌，今晚我唱一首歌啊！唱一首歌，他跳我手，今天晚上他要唱一首歌。别知道，王健哭。准备一个用啊！第二个节目是贾瓦和王鑫，请做好准备，谢谢。要不要得嘛？要得就要得嘛，不能打碎脚。有请。
上谁有节目表演就留啊。好，来，给了啊，你们看着给了啊，来，没有节目的没有啊，真的。来，接下来有请王琴以及贾老给我们带来一首《义舞》。徐峥的手机在哪里，家人们？徐峥的手机在哪里？你放那个呗，放那种文件呗。有没有？真的开始也可以，来，掌声有请康巴的汉子，汉子的康巴，王琴以及贾老师闪亮登场，有请。没跳好吗？没有，不可以跟上。真的好。
好，带的好，大秀，第二个好，接下来有请拉座，让我扎西我们三人一起给大家带来一段舞蹈，掌声有请。变了。那个忘记了张那个奖网上的礼物，有礼物，你们是优秀学生，可以领礼物的。这个有点不行，这个。跳舞的选手呢？哎，去哪里啊你们？叫我再来一个。上来呀！叫我再来一个。不行，真的跳的好。我做一下，往上，哟，这个到了山上就么？好的。报名的可以报名了啊！进了吗？那我就远一点。你们俩要一下一位暂定，下一位。在化妆吗你们？关你屁事啊！叫我们两个来个擦不了。叫我们两个来个擦不了。配合叫。可以啊。有请两位美女。一个叫拉座，一个叫扎修姆。扎西温度。拉座是左边的那个。